讲一条永远的黄昏的故事，做一暝永远袂起来的面目，是希望会当予咱行一条较顺遂的路，予咱大汉的是忍用血泪加苦。不知影这个是早出还是暗鬼啊？阮嘛会惊出声，煞等无人来引领。是伫倒打拼。
台中 Trap 的旅人。好，记得到 IG 去搜寻 Trap 的底线 Rock TRADELLER 底线 ROCK， 帮我们的 IG 粉丝专页按赞。真的吗？你听不懂吗？